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邏輯謎題。如果神係無處不在、充滿萬有嘅，咁點解我哋每次禱告仲要話求聖靈降臨？既然佢已經喺度，仲降去邊呢？唔通我哋一直誤會咗呢句禱告嘅意思？今日我哋由詩篇139篇出發，拆解聖靈降臨嘅兩層真相。聖經話上帝嘅靈 Ruach 無所不在。你依家吸緊嘅每一口氣，其實響猶太傳統會形容為耶和華嘅親吻，係上帝嘅靈維繫住萬物運作，令你同我呢一刻仲可以生存。所以聖靈唔係由遠方行過嚟，佢一早已經喺度。咁點解仲要祈求佢降臨？第一層意義係提高我哋對神嘅覺察力 awareness。呢個禱告唔係叫神喐，而係叫我哋清醒，係求神打開我哋對靈界嘅感官，睇穿嗰種神好遠嘅假象，發現原來佢一直參與喺我哋生命入面。呢個係一個醒悟嘅禱告，等我哋喺平凡嘅日子入面見到神嘅腳蹤。第二層意義仲精彩，聖靈透過人嘅祈禱而降臨，將天國嘅真實帶到地上。聖靈降臨喺約瑟身上，令佢諗到好好嘅經濟政策，喺饑荒中救人。聖靈又降臨喺藝術家比撒列身上，令佢做出最頂級嘅工藝。聖靈降臨喺先知彌迦身上，令佢有勇氣為窮人對抗腐敗嘅社會。聖靈仲降臨喺大衛身上，令佢嘅詩篇安慰咗人類歷史幾十億人。原來聖靈降臨係神想透過你嘅專業、你嘅才華、你嘅公義感，喺現實世界活出影響力，將神嘅國帶嚟人間。所以下次你求聖靈降臨嘅時候，唔好只係等緊一種感覺，試下咁樣諗，神一早喺度。事實上你係喺度祈求緊自己可以睇得見佢，並且成為佢嘅管道，將神聖嘅影響力帶入你嘅生活、你嘅工作同呢個世界。你喺邊一個時刻最感受到聖靈嘅降臨？係藝術創作，定係幫人出頭嘅時候？留言話我知。補充資料：一、約瑟響聖靈指示下嘅經濟政策。這是在法老和他眾臣僕眼中都覺得好。法老對臣僕說：像這樣的人，有神的靈在他裏面，我們豈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對約瑟說：神既指示你這一切事，就沒有人像你這樣聰明又有智慧。你可以治理我的家，我的百姓都必服從你口中的命令。唯獨在寶座上，我比你大。出埃及記41章37至40節。二、比撒列響聖靈引導下嘅藝術創作能力。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看哪，猶大支派中戶珥的孫子烏利的兒子比撒列，我已經提名召他，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他，使他有智慧、有聰明、有知識，能做各樣的工，能想出巧工，用金銀銅製造各物，又能刻寶石，可以鑲嵌，能雕刻木頭，能做各樣的工。出埃及記31章1至5節。三、彌迦響聖靈指示下嘅社會公義。至於我藉耶和華的靈，滿有力量、公平、才能，可以向雅各說明他的過犯，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惡。彌迦書3章8節。四、大衛透過聖靈充滿寫出動人的詩篇。至於我藉耶和華的靈，滿有力量、公平、才能，可以向雅各說明他的過犯，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惡。彌迦書3章8節。記得訂閱、按鐘同分享，下次見。